通知廚房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通宵。今日我會攞張荷葉出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整呢個荷香黃金雞嘅。利用我通宵獨門嘅紙包雞做法，隻雞整完出嚟之後，唔單止吸收晒荷葉嘅香味，而且非常之嫩滑，仲要爆晒汁噶。今次我又用呢一隻有頭有腳嘅冰鮮走地雞去做雞腳呢，我哋今次唔需要用到佢，所以最好學我咁樣用一把鉸剪或者刀，原骨將佢斬開，然後留翻起佢放喺冰格嗰度儲存，等下次煮嘢食或者煲湯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用到佢啦。如果唔想用全隻雞去整嘅話，你可以改用半隻雞或者雞翼，甚至用大雞髀去做都得噶。我通宵嘅紙包雞做法，一定要將隻雞開邊。我哋喺雞背揾出雞 pat pat 嘅位置，然之後喺雞 pat pat 嘅左右兩邊，亦即係雞嘅脊骨左右兩邊，沿住佢啲幼骨一度慢慢咁樣剪開佢，就可以將佢成個雞背嘅脊骨，連埋頸部同埋頭部，可以一次過咁樣剪走，非常之輕鬆容易，連刀都唔使用噶。跟住就可以開水同隻雞去洗白白。如果你隻雞有啲內臟黐住嘅話，就記得去清洗嘅時候搣走埋佢啦。隻雞洗乾淨之後，當然唔可以濕立立咁樣加啲醃料落去醃噶啦，所以最好用少少嘅時間，用啲廚房紙將隻雞裏邊同埋外邊完全抹到乾身先。下一步就喺雞髀嘅位置，用一把刀或者鉸剪，將佢原骨咁樣剪開。好多時候因為我哋要焗熟個雞髀，令到個雞胸咧焗得過老過熟啦，食落去鞋霎霎，一啲汁都冇。用咗我呢個方法就可以避免呢個問題。雞髀要焗熟嘅時間會大大減短，所以只要將個雞胸焗熟，雞髀嗰部分亦都會同時間焗熟。跟住我哋揾一支叉，喺雞肉嘅部分密密麻麻咁樣吉啲窿仔落去，雞腿切開咗嗰部分就唔需要嘅。咁樣做可以令到啲醃料咧更快滲入去啲雞肉入邊。好多時出街叫啲燒雞嚟食嘅時候，佢哋就係冇做呢個步驟，所以啲味道全部淨係喺雞皮嗰度，啲雞肉咧就淡茂茂冇嚟味道。將所有醃料攪勻好之後，就將2/3嘅醃料搽喺雞肉嗰部分，然後反轉佢，將剩下嗰1/3搽喺雞肉嘅表面。要令到隻雞吸盡所有荷葉嘅香味，喺調味料方面千祈唔好落啲太過霸道、太過重味道嘅調味料落去，例如啲鹽焗雞粉、五香粉或者沙薑粉等等呢啲咁嘅調味料就最好唔好落啦。隻雞搽勻晒啲醃料之後，就將佢好好咁包好，然後放喺4度嘅雪櫃嗰度醃佢1晚。如果真係冇時間嘅話，最少都希望你可以醃佢2個鐘頭。隻雞醃好咗之後呢，我哋就需要準備啲荷葉噶啦噃。呢啲呢就喺超市買翻嚟嘅荷葉，我哋需要將佢洗乾淨，再將佢浸軟身先可以拎去用噶。荷葉輕輕手放喺啲攝氏30度到40度嘅暖水入邊，浸佢10到15分鐘就會軟身噶啦。千祈唔好貪快，用一啲好熱嘅熱水落去浸佢或者煮佢。用一啲太過熱嘅熱水落去浸荷葉，荷葉嘅香味呢就會流失好多噶啦。當啲荷葉浸到佢軟身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喺清水下邊將佢洗乾淨。然後就將佢盡量擎乾水，再用一張廚房紙喺荷葉嘅裏邊同外邊都盡量抹到佢乾身。之後我哋打開塊荷葉，喺荷葉嘅入邊，我哋加啲油落去，再用手或者用掃將佢掃開。等陣間咧去焗雞嘅時候，啲荷葉咧就唔會黐實我哋啲雞啦。將醃好嘅雞放喺荷葉上邊，記得雞皮部分要向上喎。
之後就用荷葉將佢好好包好。如果你發覺你隻雞太大，啲荷葉包唔晒嘅話，咁樣你記得就自己額外浸多塊荷葉，用2塊荷葉將隻雞包實啦。包好嘅荷葉雞，我哋仲要揾牛油紙將佢包住。嗱，由於呢度呢，我浸多咗一塊荷葉出嚟，唔想嘥咗佢，先放埋喺牛油紙嗰度包住隻荷葉雞嘅。如果你冇多一塊荷葉出嚟嘅話，係唔需要好似我咁做噶。將啲牛油紙包好之後，就用釘書機或者用繩將啲牛油紙封好口，咁樣荷葉嘅香味就可以盡量保持喺牛油紙入邊，令到隻雞焗嘅時候可以盡量吸收晒所有荷葉嘅香味。喺放入去預熱好嘅焗爐，準備去焗雞之前，我哋喺上面再冚多個焗盤上去，防止你焗爐入邊嘅發熱線將塊荷葉焗燶啊！將荷葉雞放喺預熱好嘅焗爐入邊，用我指定嘅溫度同時間將佢焗熟就食得噶啦。我自己額外亦都試過將隻雞拎去隔水蒸，又試過用氣炸鍋去做，都係發覺用焗爐嘅效果係最好。不過如果你一定用氣炸鍋或者去蒸嘅話，就根據翻畫面嘅時間同溫度去做就得噶啦。隻雞依家就焗好咗啦，等我立即打開佢，俾大家欣賞下先。各位觀眾，呢個就係荷香黃金雞啦！哇，你哋睇下，幾咁金黃靚仔，一睇都知佢夠晒好味，夠晒滑啊！呢隻雞肉嫩多汁就必定噶啦，但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食落去嘅時候會食到荷葉嗰種香味，同其他嘅荷葉雞相比，佢絕對係領先不同啊！荷葉嘅香味呢，真係唔係好強嘅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食呢個雞嘅時候，一開始唔好點任何嘅醬料，食咗幾嚿品嘗過荷葉嘅香味之後，先點翻自己中意食嘅醬料，咁樣去食呢就會比較好一啲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做3個指定動作，就係要俾 like、share 俾你朋友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新片一出先可以通知到你噶。要重溫翻呢個食譜材料嘅份量，又或者想睇下啲材料係咩樣同咩牌子，就記得去睇文字食譜，個連結我就放咗喺呢條片嘅資訊欄嗰度。文字食譜唔單止有中英對照，份量亦都可以隨意更改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